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8月28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昨暝2点外，仁青馆长的网络红人陈志涵竟然伫咧大路边叫人开3枪，犯案的当事人也投案。汉翔公司的 F16维修中心有得到美国原厂认证，早起开幕。美国在地协会近来又发布出含咱军事交流的相片。有消息讲，海巡署已经收留5个偷渡来的香港人，总是陆委会跟他表示，咱对香港人民已经有人道援助的办法。观众朋友，咱先来看中道蔡英文总统和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有伫台北宾馆设宴，招待党内立委。下晡3点半，蔡总统也有要召开记者会，拍算是会宣布开放美国牛肉和猪肉进口，时到咱来即时连线报道。接落来关心昨暝2点外，仁青馆长的网络红人陈志涵竟然伫咧大路边向去人开3枪，犯案的当事人也已经投案了。为什么要开枪？是因为不满馆长说要告你吗？这个头拢无讲话，就是涉嫌向馆长陈志涵开枪的4楼的嫌犯。伊伫28透早2点外，趁馆长离开新北南口的健身房，伫咧路的瓦正化向伊开枪，连续开3枪，击射着伊的正手、正大腿，抑个正下盘。馆长倒伫涂骹，验过人个正清醒，送病进前抑个请助理开直播。请大家照顾我的老婆跟小孩，拜托大家了。拜托大家了，还有我的妈妈。一汉身躯顶真侪所在闹毁，倒伫涂骹一直街。伫直播时阵，抑阁拜托大家照顾伊的厝内人。救护人员尾仔赶到现场，甲伊送到长庚病救。这个4楼的嫌犯伫尾仔是家己去投案。警方初步认为，伊犯案动机敢若是甲进前塑料馆长有关系。警方伫咧4楼依照杀人未遂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据了解，刘姓嫌犯已因为目前骚扰馆长、跛脚纠纷，以致心生不满，在京城搭计程车到城西市岸健身馆前埋伏开3枪。另外，这件案件也有网友及新北市长侯友宜的 FB 留言，这个新北的治安出问题，侯友宜也出面回应。在责任上责无旁贷。要把事实真相理清楚，了解背后的原因。侯友宜讲会赶紧查清楚代志的原因，也去了解医疗帮的情形，互救护车会当伫第一时间就赶去救人。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昨半暝4点，彰化县云林基公路顶头一间豆奶店煞熊熊火烧。虽然火势无偌久就压落来，不过现场一个店内少年新郎嘛是不幸救无起来。另外，佫2个员工也受着伤。照看，这可能是咧换瓦斯桶的时失角插，才会引起气爆。确实的原因，就搁调查详细。救护人员竟然将伤患包扎，受伤的2个人拢是豆奶店的员工，面部甲手部有1到2度小烫伤。另外一个20岁乌姓男员工被救出的当时已经无生命迹象，约差不多20% 左右。另一位陈姓女性患者61岁，她的伤势也是在脸部跟双伤肢。火警意外发生伫28号早起4点，为伫彰化园林市的这间豆奶店，熊熊庆祝大火，彰化县上叫出动4个分队，22个人力，竟然伫现场布起水线，除了1名夜水降温，1名往上走找，是不是有民众受困？那1楼已经有明显的火光跟浓烟冒出，那消防人员立即布线及实施人命的搜救。那火是在4点11控制。虽然警力将救出3个人送医急救，不过20岁查甫员工抢救了还是回天乏术。救援人员伫现场嘛爆出过个加速更悬，其中2个已经烧到乌去，就惊讲引起第2波的意外。事后有员工向警方表示，疑似伫换加速时有泄漏，引起气爆，佫险波及到周边的住户。还好它有这扇铁门，不然就直接烧过来，因为它铁门其实阻挡了大部分的火势。那可是它那时候火已经从缝就是有过来。附近住户表示，刚才火势无进一步扩大，而这间豆奶店伫去年9月，正因为小火车冲入店内底，造成10个人受伤。这次佫发生火警意外，目前彰化县消防局已经开始伫调查起火原因。记者彰化采访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讲汉翔航空工业公司新成立的 F16战斗机维修中心，有得到美国原厂的技术转移甲技术认证，早起正式开幕。
蔡英文总统亲身出席，伊也表示讲，台湾要维持主权，决定唔是靠硬腰落软，咱就要有坚强的国防。嘛，望这搭维修中心成立落去，会当带动国防的新产业大进展。启动控制球汉翔 F16维修中心宣告正式成立。3、2、1，请启动。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时阵强调讲，这是国防新产业链的开始，也是提高国防产业实力的重要里程碑。捍卫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不是靠卑躬屈膝，而是要有坚实的国防。有了维修中心，战机维修所需要的时间会大幅的缩短，妥善率也会大幅提升，确保国防前线的空优战力。目前台湾的 F16V 有140多只，佮加上新采购的，未来有超过200只的 F16加入国防。今嘛得到美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收款认证，未来会当伫咧台湾维修，除了提升国防能力佮实力，嘛会当减少真侪修理的时间，还佮有成本。汉翔公司董事长指出，毋是要甲空军抢单，民间公司的角色是整合民间的国防产业链，而且伫咧战机系统电的部分来强化维修的实力。自己来试着修，或者是争取美国原厂的技转，我们要把这个可以维修的这一个量体尽量的扩大，就是交期很长，价格很高，使用频率很高，这叫3高的这些系统件。各位产业，你们要帮我空军忙，先帮我把这些他们给了我们清单来做一些检讨，你们能不能够修？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就在这些上。汉翔公司表示，战斗机主要有机体、航电，还有发电机3大系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授权的修理厂商，大部分拢伫咧美国本土，即马伫咧台湾成立维修中心。初期汉翔会针对航电的系统电，提供有国际水准的维修能力。目前已经有69间厂商有意愿，而且有能力要加入 F16国家队，目前正在评鉴的阶段。总统蔡英文嘛肯定，和台湾的国防自主搁向前行一大步。记者综合报道。近来美国在台协会 AIT 嘛发布几多张含咱伫咧军事交流往来的相片，包含讲咱的飞行人员去到美国的空军基地接受训练，还有 AIT 军事合作办公室的主任和咱国陆军的陈宝仪司令会面。另外，陆军的官兵嘛通穿军服入去到 AIT 的办公室种种，一站接一站，照看拢是真要紧的进展。台美军事交流走向正式公开。美国在台协会 AIT 27伫咧 FB 发布，咱飞行员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洛克空军基地接受训练，驾驶 F16战机执行空中加油的任务。这是美国正罕见主动抛出咱空军到美国接受训练的相片。一旦台湾得到空中加油的协助的时候，不止我们的防卫半径扩大，从台湾往南到太平岛、南海，或者从台湾往东到第二岛链的核心关岛。AIT 伫合作安全嘅强调，台美关系是真正朋友、真正进展，也连续公布包括台湾向美国增加买的 AAV 怪2车突击车，今年7月第1台已经运到台湾。也有 AIT 人员参加汉光演习，甲爱国者航空飞弹系统最近翕相纪念。AIT 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也伫咧8月拜会陆军司令陈宝武。更加和陆军的航空官兵穿着军衫到 AIT 办公室，甲美军的部队视讯，被认为是台美军事交流合作的重大突破。学者分析，美国安尼先做，是伫咧实现印太战略的承诺。是我们跟美军只有我们两军之间进行的交流。现在一个最大限制就是，多边演习的部分，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放。伫台美军事稳定的交流，敢若是触动中国敏感的神经。解放军伫咧最近踮4大海峡公布开始进行军演，外媒也报道影响南海发射4粒弹道飞弹。美国的国防部批评解放军破坏南海局势，违背未加南海军事化的承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呛声讲，美国若是批准对台湾军售，无排除发动对美国制裁，也讲。解放军加东部战区伫台海的军演，就是针对台独一个外部势力。你不要太超过，不要跨越以往华府、北京跟台北3方互动的默契。美国飞弹驱逐舰马斯汀号伫进前经过台湾海峡，
第27更加出现伫南海自由航行。解放军南部战区派军队去警告区管，也呼吁美国方面唔通阁再拨人，以免发生意外。另外，中国也宣布北海、黄海第2月开始执行军事任务，引起外界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欧洲的捷克共和国参议院的议长和首都的市长一家人，8月30就会到台湾。9月初1去立法院访问。但立法院的林志嘉秘书长也表示，带动传染症工课做甲万分的十全。早起蔡英文总统和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嘛设宴招待党内立委，交流讲后一会期发展审查甲安排的意见。这个参议院议长韦德奇所带领90人的访问团，会伫咧30到台湾，包括布拉格市长赫瑞普等等35个人，还佫有正10个捷克媒体9月初1会到立法院参访。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表示，因为东港嘛是立法院新会期报道的日子，呼吁立委大家拢爱来参加，而且强调东港的防疫措施是上悬的规格，会采取真严格台湾甲捷克分流。有几个厕所是暂停使用，是专门给我们捷克的访问团他们使用的。这台捷克访问团线立法院新会期开始，包括纾困3点0的特别预算、精尖基础建设第3期的特别预算、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等等，是新会期的重点。尤其是纾困3点0的特别预算，因为是对受冲击的产业第3季的纾困拨款有级别性，行政院按算要争取立法院10月份量早三读通过。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2月就伫咧台北宾馆，请当值立委来食饭，谈好研议调亚公红。即将开始的新的会期呢，的确是负担非常的沉重。我说会期刚开始前，总统跟行政院长有什么需要跟立法院民党党团同仁来做个互相的讨论跟交流，这都是非常好的时机。郑嘉宾表示，除了互相交换意见以外，嘛是蔡英文总统5日课就任了后，真下伫甲当值立委坐落来参详的场合，要安怎集合党的力量来推动各来政策的方向，会是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讲9月15，今年度联合国大会就要伫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开议。这回是现场举办，甲经过网络的会议双头同齐进行。咱台湾嘛同款，有经过邦交国斗3工，发文予联合国的秘书长，争取台湾人民唔通互国际社会闹交气的权利。尤其也强调咱抵挡武汉肺炎真正杰出的表现。第75届联合国大会9月15要伫咧纽约联合国总部开议，9月22至26，还有29举办年代总辩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大会采取实体甲线顶做伙做的方式。总辩论的主题嘛甲疫情相关，定做咱所盼望的未来，咱所需要的联合国，搁一改强调对多边主义的集体承诺，还有行动对抗新冠病毒。台湾嘛甲英国同款，请友邦致函予台湾加入。政府将再度洽请友邦在联大总辩论为我国发言，并请友邦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为我国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秘书长应坚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解决台湾2350万人被不当排除在联合国体系外的问题。台湾今年推案有3项诉求，包括联合国应该随采取行动，解决2300万的台湾人民去向不当排除在外；联合国不应该提走台湾人甲媒体进入联合国做采访甲活动的权利；还有联合国应该确保台湾参加永续发展目标的相关会议。台湾除了请友邦致函，嘛会找理念相外国家，像讲美国、日本的支持。我们的国际参与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认同，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了解。所以我相信，美日这边我们也是一样，继续的跟他们保持这样的联系和沟通。若是使用的名称，会是正式国名加上台湾交叉使用。外交部强调讲，即个会甲台湾防疫的优秀表现放伫内底。外交部长吴钊燮最近嘛投诉各大媒体，以台湾会当斗3工来做主题，希望会当得到国际社会的注意，扩大社会各界对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上届新的消息，日本 NHK 电视台昨发布的快讯指出讲，安倍晋三首相因为病情恶化，为免耽误国政，有意要辞职养病。安倍首相本人也伫较晚日本时间下晡5点召开记者会说明详细，敬请观众朋友锁定公视台语台每一节的新闻上届新的报道。咱嘛来讲8月27，法国通报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增加6000多人，这也是解除封锁到今上严重的一日。即阵民众便入去到首都巴黎，人人拢着爱挂喙炎咯。
法国新冠疫情恶化，27个日新增加6111例确诊，是解封以来上悬，嘛是疫情爆发以来的第2悬。敢若比3月30封城期间的7578例较低。为着要防止疫情，政府祭出连续的新措施，将21区划作红色警戒区，规定巴黎专境公共场所强制挂喙罨。为着要保持社交距离，餐厅业者将桌仔椅仔放到人行道顶悬，来避免甲人近距离的接触。Indiquer que le préfet, après concertation avec la maire, va étendre le port du masque dans l'ensemble de la capitale. Et la question, évidemment, se pose pour la petite couronne, compte tenu des circulations entre ces territoires. 总理表示，要赶紧针对疫情做出反应，若无病例数会指数增加。也毋过，新的病例主要集中伫咧少年人，通常敢若会出现轻微的症状，而且住院的人数减少到4535人，是解封了后上低。加护病房的重症病患嘛减少到381人。Oui, c'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lairement l'enlever, le remettre, je pense que c'était pas non plus la meilleure des idées. Et puis voilà, du coup c'est plus simple à s'adapter. Au moins on sait qu'on le met et on cherche pas à comprendre. 法国后礼拜就要开学，将近1300万的学生就要转去校园。总理表示，为幼稚园到高中，老师拢必须爱挂喙罨，并且建议年岁大的阿公阿嬷莫接囡仔上下课，以免感染病毒。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咱搁来讲，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缘故，外国的观光客拢无行脚到。这也造成已经列作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克里姆林这栋宫殿的建筑甲古迹，要翻要修理拢欠经费，工课都要搁延前。各位彩色马赛克大长头，东正教特点鲜明的圣巴索大教堂是莫斯科著名地标之一。为遮沿着红场石板路，沿看俄罗斯国父列宁的墓、政治权力中心克里姆林宫、国家历史博物馆，甲迄个金色大长头的圣母升天大教堂，拢是帝国历史风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甲红场周边建筑群，30年前正做全国第1个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步，去年邀请300万的观光客。不过今年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内外封锁，人潮只剩一成。有名主教座堂广场甲边的克里姆林宫军械库，7月初3重新开放了后，一摆竟然容纳150名游客。周边博物馆群大量古迹甲文物，也因为欠钱，无法度进行维修。Но понятно, что во время карантин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было проводить все те реставрационные работы,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намечены в плановом режиме. 这博物馆原本靠门票收集等营运，今年只剩国家疫情补助，不过对明年景气业者依然真乐观。Кроме того, с января, опять-таки, если ничего не случится, с января вводится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виза примерно для 53 стран, куда вошли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стран Европы. 俄罗斯旅行业者协会表示，将近9成游客并无取消今年预定的旅行，而是将计划延后，再加上明年开始的电子签证，因互所在国游客更加方便到俄罗斯。红场甲周边丰富的文化遗产，绝对是外国观光客一定爱来景点。记者综合报道。来讲8月23，美国阁发生一个乌人男性去互警察连扣7枪的案件，但已经引起真侪职业运动的团体宣布比赛要暂停，通来声援种族平等，甚至世界出名网仔球的女将奥萨卡纳奥米本地嘛讲要退出一场公开比赛。针对这个情形，川普总统是列话批评讲，职业篮球联盟 NBA 这当阵袂输已经亲像是政治团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来有消息讲，7月中旬5个伫香港抗议政府的人士偷渡过海，流对东沙岛迄边去。但咱国的海巡署也已经将因安排伫咧高雄站休。总是陆委会无加说明这件消息的真假，敢若讲咱对香港人民已经有人道援助的办法。昨日中国嘛宣布抓到10外个偷渡犯，其中可能也有香港的技术要对台湾来。不准走！开车了吗？不准走！看到香港附近的海峡有真可疑的快艇，就个海警大声喊，准备开枪甲阻挡。开枪了！停下！停下！全部停下！开枪了！几啊只快艇要是想要逃走，就个海警接近快艇，派人去咧船顶要抓人，还佫不时传出电击的声音。放下！一
一只船了了，还佫有另外一只。看过去，看过去，开枪了！开枪了，还敢动？尾手所有想要出港的快艇，全部去互中国海警抓落来，当场扣押10外人。因为广东最近伫咧查偷渡的行动，网络顶传出这段影片，而且就伫咧2日，中国海警伫咧微博宣布，23抓到涉嫌非法出境、姓李甲姓丁的嫌犯等10外人。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其中姓李的嫌犯，就是涉嫌违反香港版国安法，互逮捕了后交保的李宇軒。因要去的所在就是台灣。亦都未有收到內地根據機制嘅通報。首先呢，就係有關於呢個個別行動呢，我哋個詳情呢都仲喺度掌握之中啦。咁但係呢一個呢係唔係一個跨境一齊合作做嘅行動嚟嘅。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喺人面前烏煙，伊講香港政府甲中國有互相通報嘅機制，中國以偷渡嘅罪名控告香港人，特區政府無可能唔知影，因為香港實施國安法，引發真濟示威者逃難，唔少人選擇為海路去台灣避難，傳出偷渡費為新台票幾10萬，欠關到100多萬。另外有消息指出，今年7月中有5個香港示威者坐船偷渡來台灣，不過因為甲一半無油啊，所以漂流去到東沙群島。台灣海巡署查到了後，甲因安置佇高雄。以非法方式來台，包括當事人與協助者，都將面臨刑事責任的追究，也有人身安全上極大的風險與疑慮，政府絕不鼓勵。敢是真正有收留？陸委會無願意證實，外界解讀，若是收留非法來台灣的香港人士，等於是政治庇護。加上香港國安法，若甲因遣送倒去香港，可能會去互香港政府抓起來，違背民進黨政府要經香港的政治主張。陸委會無願意加講啥，敢強調講政府對香港有設人道援助的機制，只要符合條件，攏會給因必要的協助。記者綜合報道。8月30日是國際強迫失蹤日，這是伫咧紀念世界上因為政治還是其他種種的原因來失蹤遐受害者的日子。咱國內嘛有民間團體指出講，2017年的李明哲、2019年的李明基攏是伫咧中國無張無填就失蹤，甚至對1991年到今，含因兩個遭遇燒傷的國民，竟然有594人。這個團體嘛望政府都要擱較注重人權的保護咧。電視幾下的議事去向強迫失蹤的個案回想，提起社會要正視這個案例所帶來的威脅，因為台灣民眾嘛佇咧其中。作為第一個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台灣人，在起訴書上面載的李明哲的犯罪事實是他在台灣在網絡上發表的言論，這明顯是中國人、是中國政府對台灣人無理擴張他司法管轄權的第一次嘗試，那這也是嚴重侵犯國際法規則的惡劣的行為。民間團體指出，強迫失蹤並無罕見，敢若是2019年聯合國相關組織就接到對巴基斯坦、中國、普隆地等等的國家205件的個案。若是根據海基會統計，1991年到今，累計有594個台灣人佇咧中國失蹤，若是無包括因為案件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還是其他。尤其是港版國安法通過了後，民眾要去香港，可能嘛要承擔一定的安全風險。主要的目的，它其實就是為了在社會中散布恐懼，去打壓異己。你的親友可能在中國、在香港，你都可能成為被強迫失蹤的受害者。按照保護所有人不遭受強迫失蹤宣言第2條題項的描述呢，任何國家都不可以進行、允許或者是容忍造成強迫失蹤的行為。其實台灣過去在228或白色恐怖時期，由國家、由台灣政府所發動的被強迫失蹤的案件是非常多的。我們也要呼籲台灣政府要盡快比照2公約跟其他國際人權公約，將這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的公約也進行國內法化。民間團體呼籲政府相關單位應該量查好保護所有人免受強迫失蹤的國際公約變做國內法案，會當佇咧擴充促進轉型工程的時陣，嘛對全球宣示講，台灣政府會盡量保護甲救任何強迫失蹤的台灣人。記者綜合報道。目前世界有21國嘅人民含台灣人配親，自本攏就愛踮因家己國內等待咱審查通過，才會當過來歸家。去年8月開始，外交部有試辦，讓對方申請觀察簽證來到地，再個探查實情嘅辦法。但民間團體嘛出面表示講，因為武漢肺炎所致，真濟外國牽手攏辦袂入來。但外交部有因講，觀察簽證嘅辦法會繼續試辦落去。
下国移民的婚姻来台湾，需要经过一关一关的考验。过去为了阻挡假结婚、甲贩卖人口等等的疑虑，外交部甲移民署对东南亚、西亚等等21个特定的国家有设境外面谈的制度。下国的翁仔某需要完成当地结婚的登记，向台湾驻外大使馆提出文件申请面谈，经过真侪流程。或者配偶用几啊个月到1年的时间，才会当验证婚姻来台湾。为了兼顾人权，外交部去年8月份推行外籍配偶面谈机制转型试办1年加速的流程。对婚姻真实性有疑虑的人，会当判定外籍配偶自费申请90天观察签证来台湾，后手由移民署实地轰炸。即马试办满1年，外籍婚配团体希望试办会当延长。实际上应该还是可以发特殊目的的旅行签证，因为他们并不是一般的旅客，他们实际上是未来台湾的这个媳妇啊。外交部试办1年以来，核发观察签证1086件，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各国加强限制边境的管制，实地执行敢若有半年。王先生甲越南太太2月份伫咧8月欢欢喜喜举办婚礼，原本按定4月份要面谈，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煞来延后。即马太太囝拢已经生啊，还佫有做亲子鉴定。王先生要是无法度摕到8月的签证，母仔囝嘛调伫咧越南，无法度来台湾，互王先生是真着急。因为我老婆怀孕，她申请提早面谈，然后预产期是7月，然后就延到现在已经小孩子都生了2个月了，然后都不能过去，这样就只能这样啊，也很无助啊，不知道要怎么办呢？40岁，那联署减少是他们没有来，还是因为他们很多是一直在拜托我们说可不可以排面谈？不。他可以排面谈，这个没有问题，是可以排面。但问题说我们的人现在去不了。如果整个都要统一通通要放进来，再去让我们去做访查，那就移民署这边的人力上来讲，我们可能会有我们的困难。领事局表示，考虑到疫情的冲击，外籍配偶面谈机制转型会当继续试行。立委提出疫情期间，境外配偶会当采用网络面谈，提高查证的效率。移民署甲外交部表示，会共同研究相关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今年度公布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的记者会现场，评审团的主任委员罗小云伫咧台顶有动作甲言语去冒犯到原住民的族群。虽然已经经过文化部转达会室的意向，也请示评审的职务，不过当然是有原住民的青年打出来表示，照讲罗小云是应该亲身出面讲个清楚，较有影。哎，你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叫是吧？啊。公布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的记者会顶悬，评审主委罗小云的言论引发种族歧视的争议。罗小云先透过文化部的人面册会室内，了后随请辞。不过原住民青年认为文化部应该讲清楚是安怎要会室内。他甚至以为说我们是质疑评审的公正，然后他的专业，可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征集人一直以来都不是这个。文化部对于多元文化是非常尊重的，那我们也致力于推动多元文化可以在老百姓以及各界都能够生根。文化部日前发声明表示，罗小云担任评审甲主委是真尽心嘛真专业。针对公布金钟奖入围记者会的代志，已经透过影视局表达讲伊真失礼，而且已经请示嘛退出评审团。不过原住民族的青年表示，虽然会室内的层级愈来愈悬，不过伊也是认为讲罗小云应该亲身出面说明。他可以开一个记者会，他可以自己录影一段影片说我很道歉。不管怎么样，只要是他亲自出面道歉，然后告诉大众说他为什么这件事情他错在哪里，你只要能够指出这个，你哪怕就是简短，你只有1分钟的影片。罗小云因为发言无适当，和种族歧视的争议继续伫咧炭烧。虽然伊有会室内嘛请辞，不过部分的原住民团体也是无谅解，种族歧视的争议恐惊还佫会继续滚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治安方面的消息，桃园市的刑警大队抓到一间无牌的翠暗工厂，现场的业者明明都无医疗器材制造的执照，所偷用合法翠暗工厂的票仔头，甲卫生福利部许可的字号，佮把产品放去网络面顶伫咧销。现场警方嘛掠出财赃，一摆扣了5万外的翠暗，佮把工厂的负责人移送法办了。针对刑警入去桃园市北地区这间地下翠暗工厂。桃园市刑警大队接到线报，工业者无医疗器材制造执照，伫咧生产翠暗，国防部大牌子为商标。查获翁姓男子涉嫌假冒其他经卫生福利部核准之医疗口罩厂商名义，于包装上印制合格公司的名称及卫生
福利部许可核准的字号，利用网络上虾皮购物等通路贩售。新王的负责人叶工厂本来伫咧经营水盐机器，看最近疫情小可升悬，就家己进还了，伫咧厂房采2台机器生产水盐，一个水盐差不多卖7块。现场起货口罩成品有30箱，有5万多个。那半成品有1箱，及仿冒口罩的纸盒有1箱，有250个。警方讲，生产假水盐的不法所得1万伫咧计算，专案将会依照违反药事法、商标法等罪嫌，将4屋的负责人移送桃园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要讲顶月伫高雄市大寮，一个家己咧大的老大人，人倒伫厝内，朋友来拍门嘛，唔知通应。消防人员来到地摸着当事人骹手冰冷，甚至佫责无命骨，就安尼判断已经死亡。暗换法医来到位，才探到这个老大人也有溃死啊，嘛即时送医急救。但消防局嘛承认讲，因这方面的训练确实有较欠点。这间命体铁门诱来，高雄大寮区70几岁一位4岁一个人大是大人。顶个月2、8，因为3天无出门，伊朋友来甲伊看，看伊趴伫咧涂骹，唔知影人，赶紧报警。他就趴在那边都没有反应啊，我就叫警察，他叫他都没有反应，我以为他已经不见了。接到报案，大寮消防分局加大寮分驻所的警察赶到现场，警方伫咧外口有防锁线，相反是入去厝内检查病人的情形，发现伊犀利无法度控制，放假鬼厝间，佫唔知影人。因为这无被国家现场的味正重，所以判定已经亡性。我们同仁在现场在做评估的部分，当然他也有做这个 SOP， 只是说受限他现场环境可能比较昏暗，比较不好，那这样它的味道确实也比较不好，那造成我们同仁在现场可能有误判。尾啊，警方搁检查时阵发现，这4大人头夜还搁伫咧唱歌，用枕头啊，搁在伊的颔管内背，搁在着背，赶紧甲人送去病院治疗。法医来说，那个他还有呼吸啊，他说要送去医院，然后就把他送去医院了。消防局讲，迄当阵处理的消防员资历要10年，真资深，对甲分期的4大人误判死亡的代志，家己也真责备。高雄市消防局除了承认疏失，以后也会对队员加强教育训练，以免再发生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今日要到咱来关心气象。昨暗透暝，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气流已经形成热带性的低气压。照看这2日就会发展出今年第9号的风台。中央气象局嘛估计讲，拍算风台应当是袂直接压对台湾来。不过对礼拜日开始，外围的气流也引起东北部地区的阵雨。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上嘅热带低气压继续向西北西刷震动。目前海水温度有伫发展，强度也搁伫咧增强。气象局认为，伫这2天有机会形成第9号风台梅沙。虽然未直接侵袭台湾，不过风台强度会是中台以上的规模，外围环流会伫咧北台湾加东北地区带来大雨。礼拜1、礼拜2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影响的程度就比较高一些，会为我们的北部东北部带来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那至于详细的影响程度呢，还是要看台风到时候的路径以及它发展的强度跟它的大小而定，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局发布秋季天气展望，今年秋天伫咧西北太平洋风台形成的机会会比往年的平均值较悬。不过，侵袭台湾的机会是甲往年平均值差不多。9月到10月会有1粒到2粒的风台侵袭台湾，因为秋天形成的风台拢离台湾较远，民众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在反生一年的这个影响之下呢，在我们台湾受到青台台风的影响，大部分的生成的点都会比较接近我们台湾或者是东亚陆地这一段，应变或者是预警的时间相对来讲会比较短。气象局讲，今年秋天的温度会是正常到偏暖，雨是以瓦群正常带的机会较悬。来看今年热天是有观测史以来上热的热天，6月到8月平均的温度是29.54度，雨较少，也创观测史上7个无风台记录。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几站交通方面的新闻。桃园国际机场目前正伫咧进行预算计价37亿外13项工程。早起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就去视察机场北边跑道点啊甲顶铺的成果。林部长嘛讲，国民安心旅游的补助配合振兴3倍券，效果确实真会知。目前交通部又搁倾出16亿外，旅游的补助一定尽量挡到10月底。甲跑道最后一日的电梯总经理，交通部长林佳龙28早起到桃园机场视察北跑道靠补的工程，当场甲控制中心连线测试跑道电工系统的运作，看起来真满意。也请土基公司继续做南跑道的保修工程，让同仁这个在大热天30几度的高温下沥青是上百度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工作你们都是无名英雄。林佳龙讲，这边疫情对航空业影响真大，不过危机就是转机。桃园机场超前部署，盘点出13项工程，预算37亿800万，在过去半年已经完成。疫情过了，将会以新的面貌迎接出入境的旅客，也对安心旅游经费的问题做回应。安心旅游的住宿补助效果最好，因为大家去住一晚的时候，会连带的有其他的消费，甚至全家同游，所以带动了10倍的产值。林佳龙讲，观光业受到疫情的影响是上大，安心旅游的加成效果带动3倍券的经营效益，是史上各路补助效果上好的一遍。好的政策要继续，已经预估到16多亿的经费，以补助到10月底为目标，带动观光业的复苏。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看高雄市内有个公车站，因为分隔岛设计的问题，市民起落车有较不便。但交通局已经陆续咧改善，望要建设出更较利便的大众运输环境。是讲，昨台北市郭文特市长一句讲，伫南部咧等公车拢唔知影车当时到哪像是箭头。但高雄市的林钦英副市长嘛出面说明，高雄早就有设出公车当时的入站的 APP， 甲车牌告示了。看高雄 iBus App 显示的公车即时动态，单台公车就特别进站啊。高雄市的公车动态资讯系统完成设置已经有10年啊。即马说互台北市长郭文哲用一句伫南部坐公车是箭头来批评，前台北市副市长也是新任的高雄市副市长林钦英主动出面背会。高雄是有中运量系统的捷运，到轻轨的环线，那么一直到我们的干线公车，那么一般公车。乡间公车，那么甚至富康巴士，这个系统是完全建制的，把所有的 U-Bike 2.0已经全面建制，站的站量是比台北市400个站还广。除了手机啊公车即时动态，公车站嘛有电子看板，会显示各条路线的公车是当时的到站。这搭对公车落车的长辈是表示，虽然未晓用手机啊，但是电子看板是已经真利便。我都会看他们时刻表，记住，因为都很准时，而且他们那个跑马灯还不错。交通局表示，这几年已经有陆续做改善的工程，包括提供有够量的单车空间、优化通行的动线，而且考虑到坐轮椅甲年岁较大的民众，会另外设一条有出行的通道，而且配合加地方的公车，调整单车平台的管道，希望让民众有更较利便的大众运输环境。也若是林钦英嘛，当时宣布讲。已经动念2年的轻轨第2阶段，希望会当伫今年就全面动工。强调高雄是全台湾有上多元的交通工具的城市。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教育方面的消息，下礼拜就要开学咯。花莲县内各中各校，但唔若照中央的规定，要求入去到校园拢都爱磅体温。另外嘛，约束踮教室内底上课，喙烟拢都爱挂好条。搁有若是放冷气，窗仔门嘛都爱开落去通风。这个规定拢会一直保持甲传染症咧传较平静了后，才会搁再改变。剩3天就要开学，花莲县政府教育处为着武汉肺炎疫情已经开始提早部署，从入班学校开始就爱磅体温，而且消毒。伫咧教室上课必须要挂喙烟，互我教学虽然无强制，但是要保持社交距离。开学之后呢，就持续戴口罩，一直到疫情整个的一个发展状况，再去做适当的一个调整。
阁毋若安尼，教室内底若是有开冷气，前后的窗门就必须要开15公分，维持室内通风。外界就烦恼讲电费敢会增加。我们小朋友的一个安全最重要了那我想说电费当然就是我们学校会这个来处理这样。实际伫咧学校内底观察，大部分的囡仔拢愿意配合，毋过也是有同学感觉无爽快，甲喙暗摕落来，或者是袂记哩挂起来。觉得不会麻烦。怎么说？可以保护自己，不会传染。就有时候会太闷。那如果一直强制你要戴，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会，有一点点。那怎么办？不知道。花莲县政府强调讲，若是一个班有一个人确诊，这个班就会停课；全校若是有2个确诊，就会全校停课。一个乡镇市内若是有1/3的学校确诊，这个乡镇市就会停课。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台南市公立的国校内底，互幼囡仔伫咧爬起抗落遐游乐设施。若是照卫生福利部目前所规定的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检查落去，有9成拢无合格，甚至是有危险性，但真侪也拢拆头角咯。教育局这边嘛说明讲，中央已经通过1亿5130几万的补助，3档内就会拢总改善甲完成。安民国小内面的游戏场全部去互吐掉，校方敢若会当伫涂骹画架啊，互囡仔算跳架啊。会吐掉的原因是为福部修正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互本地伫学校内面的游乐设施全部变作是无合格的危险设施，就要全部拆掉。这代表讲，全台南市有9成的公立国小也拢爱拆除游戏场。检修之后不符合规定或者有危险性的，我们就立即拆除。在去年中拆除之后，我们整地，然后我们过渡时期也把它规划一些传统孩子们跳格子的场地。无游戏场地方代表也出来替囡仔发声。根据着教育局资料，台南市有137间等于是9成的公立国小爱改善校园内面的游戏场，就学校先用黄线围起来，有的是先拆掉。我们在去年108年，那当然我们就先编了2500万，那把一些不合格的部分呢，当然先做了45校，也编了一些经费。那既然不合格也不能用，那占据空间，那所以我们就把它全部拆除。台南市教育局也要另外编经费，买起45座校园创意游戏场来监督。新的共用式游戏场是台南市校园内头一座新的游戏场，学生囡仔也拢真介意。那个进来的游乐器也比较多，所以比较多种玩法，不会像之前就一直只能等某个小的溜滑梯。那最主要它共融的精神就是说，从小的到大的小朋友都可以使用，然后一般的孩子还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也都可以一起来玩。台南市教育局也强调讲，教育部已经核定台南市各中小141间学校有1亿5100多万的补助经费，按算3档内面的完成。虽然即马大部分的国小校园内面无游戏场，不过新的也会量早起好。记者综合报道。上届新的消息来讲，政府决定要开放饲甲30个月超过的美国牛，阁有饲的是捌落着3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蔡英文总统头拄嘛伫总统府召开记者会，强调讲开放美国猪、美国牛，会当将台湾和美国中间经济合作的阻碍踏出关键的一脚步，互咱国经济贸易的战略阁较有春秋的空间。咱来听蔡总统上届新谈话的内容。美国牛肉跟猪肉的进口的议题。经过这几年的谨慎的评估，现在我已经责成我们的相关部门，在保障国民健康的前提下，依据科学证据、国际标准，订定进口猪肉莱克多巴胺安全的容许值，以及放宽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这是一个基于国家经济利益、符合未来总体战略目标的决定，我们必须跟世界各经济体加速连结，尤其是跟我们最坚定的战略伙伴，也是世界经济龙头的美国强化连结。台湾是美国重要而且极具关键的贸易伙伴，台美企业间也有紧密的合作关系，但不可讳言，因为我们的相关的法规尚未跟国际规范完全接轨，成为台美经济进一步合作的障碍。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美猪美牛的议题上跨出关键的一步，将是台美经济全方位合作的重要的起点。未来，我
我们的经贸战略可以更灵活、更有力地展开。对于这2年受到美中贸易冲突以及疫情冲击的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今天的决定也是一个能够有效促进台美关系的决定。咱话来讲，中华关环保局已经开始利用翕相的无人飞机咧收集证据，掠点伫咧田林也是路边烧稻草的案件，相当会罚甲10万块。啊，县府的环保局嘛特别提醒讲，点田林烧稻草，一来会造成空气污染，二来会伤害到土壤，确实是唔通安尼想。空翕机对天顶翕落去，有几个所在拢伫咧庆烟，这是烧稻草的分野。中华第1期的稻仔收落来了后，村内稻草无所在通好顶，农民就惯势直接烧掉，一烧就焚灰散雾，唔但影响公共安全，也造成空气污染。对，因为这个1期做跟2期做啊，它的间隔非常短，那农民一般啊都会习惯用露天来燃烧它的稻草啦。中华关环保局使用空翕机结合高科技执法，加强巡逻，要掠伫咧外口烧稻草的做事人，若准讲伫咧现场烧去互掠到，就会使随开罚，上最会使罚10万。若准讲发现烧过稻草的分野，环保局也会随派人过去关心。如果空拍机跟监控设施没拍到的，有路拦痕迹的，我们会调阅相关的地籍图登门拜访。以往的经验来讲，登完拜访之后再次路拦的比例其实相当的低。环保局表示，烧稻草唔乃造成空气污染，这烧稻草的高烟也可能致使晒菜的人看不清楚路头，有可能会造成车祸。另外，烧稻草也会造成土白微生物被破坏，甚至可能造成土白变酸。环保局呼吁农民会使使用会当分解稻草的细菌，把稻草变做是肥料，就会使更加环保。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高雄市有一群少年妈妈负责人，真用心咧讲故事给囡仔听。因当组织出一个行动故事妈妈剧团，四界去表演。尤其今年休热时啊，因阁特别安排11场用台语咧播的故事，内容是精彩阁丰富。这个妈妈演员因嘛讲，望做阿公阿嬷的时代，会当半工带孙来看因用心设计的表演。介趣味的狐狸甲高山仔，小朋友看了笑嗨嗨。扮演的内容是囡仔册，这演员拢是志刚妈妈，伫高雄正济图书馆甲庄脚学校拢会使看到因。我是英哥，你敢知英哥是啥物货？英哥的国语叫义父啦，台语叫英哥。为着即摆台语故事的活动，拜三下晡因先来排练。这个剧团的团长是上重要的人物，台语的剧本是伊改编的。故事册的角色足单纯的，所以我拢会搁家加角色，搁加台词，互伊变做足趣味的，而且搁会当传达迄个意义。多数的演员有囝有家庭爱顾，大家拢是找时间来斗相共。亲像这位演水家的妈妈，对台北嫁来高雄才学台语，虽然讲袂认得，嘛愿意挑战。我一个人唱歌无啥物意思啦，我叫你来陪我唱歌啦。青蛙的角色请假。叫我来试看卖，我就戆我就来啊，然后我就去演啊，就是安尼，演了大概3场，然后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也唔讲呢，拢是讲国语的。因为大家拢是志工，所以表演的道具嘛，拢是因家己亲手做出来。好佳在有这位美术专长的成员。会晓用上俗的材料做道具甲布景。嘿，阮拢家己力阮的团长哦，一画阮大家做伙来做，咱用足俗的款纸来做安尼啊，吼，安尼，因为阮这是自工，但是囡仔吼，因虽然讲阮这道具足俗，但看迄囡仔伊嘛足喜意的。我的团员已经换了，搁再换，换了搁再换，干那我一个人坚持将近15档。我为什么会这么坚持？就是因为阮出去看到囡仔的笑容。为着囡仔的笑容，剧团每当四界表演，有华语嘛有台语。今年歇热连续安排11场的台语故事，互囡仔看。哪算哪学，希望阿公阿嬷嘛会使带孙仔来做伙讲台语。记者陈家军来为做高雄报道。
咱我来看目前桃园市虎头山公园内底正在进行的公共工程，去挖到真侪粗废配。照看是公元开始以前1800年到1600年中间，石文园考古文化迄个时期的产物。这当阵台湾大学的人类学系也已经参加了去研究甲考证了。壁顶面黏有真侪破弃的粗废片，工作人员真细腻甲探起内底的盖壁，甲伊摕出来。桃园市虎头山公园因为工程进行，意外挖出真侪粗废片这文物。即阵由台大人类学系合作挖掘的工作也过一段路，初步判定是石文园文化时期的遗物。我们考古学讲的这个墙面，其实上面看到非常清楚的这个所谓的文化层的堆积，就是比较早期现在这个探坑做出来的年代，大家都1800到1600年之前的这个时间带。考古工作团队总共伫虎头山公园挖了12个探坑，其中编号 TP2的探坑上界特别，虽然只有小小面积，挖了2乘2的面积，却是出土1万多件，大约140公斤的粗废片，也发现一件东波拉的装饰品，专门研究这的手环。文物的整理目前大概我们预计会到111年哦。那这整个整理的过程，其实在台大协助完成之后呢，我们会再进行后续的相关展示计划等等。虎头山挖到这么难得的古物，希望说包含国小、国中、高中的学校户外导览，来导览这个我们的古物。因为虎头山公园探坑伊部分部真精彩丰富，即摆考古工作毋但是挖掘，探坑甲伊部分析也进行环保工作。希望未来用伫博物馆也是展示场所进行展示教育用途。而考古学者也就由出土文物研究，继续认识石文园文化时期的北台湾到底是虾米款的情形状态。记者综合报道。旧历7月时真侪民众拢会传拜好兄弟到当甚至还有一寡砖头。你像台南市的仁德街，村民就会伫徛家门口口点普渡公灯，讲是要替好兄弟笑路。这种风俗也通看出英国农村社会百姓迄款敬重鬼神的心情。伫门口埕徛灯糕、点蜡烛，英过照到旧历7月份，台南市仁德区大甲里和二行里，家家户户拢看到这种替好兄弟笑路的普渡公灯。较早啦吼，无电火啊，你若想要敬拜中原好人客，时阵点一个暗时点个光光，煞个点一个火，挂足1个月。挂到8月初1。为着互好兄弟对阴间来到阳间，袂惊唔知路，民间就有人用这种白铁做的四角形的普渡灯，伫咧顶头写阴间普照。有的人是用塑胶的面桶甲落空，再搁牵线点电火扑替好兄弟笑路。总是时代伫咧变迁，即阵伫咧仁德区大甲里，也搁有咧点普渡公灯的人，已经剩无2-3户啊。古早阮先贤祖先流传落来。我唔敢吼，甲毁掉的。阮即阵较早贵的，拢嘛点差不多近50年来，一直溜，剩不2户、3户尔。虽望这项传统伫咧现代社会已经真罕得看，毋过替人点一拍电火，互人好过路，毋但有布施的精神，也互人感受过去农村社会人民对鬼神敬重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菲律宾东边海面热带性的低气压已经发展到今年第9号风台，咱当嘛来关心气象的情形。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8度到33度；台南、高雄、屏东27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4度，金马平湖28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
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听讲庙会咧新小姐拢真水，我应该嘛是有够格啦。不过要去做礼生，就要先认捌才会点头，才会用力。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点头。点头，汉字写作点头，罗马字写作德音丁特鳌头。丁第7条，头第5条。点头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俗，伫庙会神明出巡的时，拢会看到因伫街路顶行耍在表演。较接看到的点头有车鼓阵、牛犁仔阵、百家将等等。点头出来时，热热滚滚，锣鼓声响连天，内底百管音乐，会使讲是台湾庙会点头袂使无的。点头会遐热热，是因为有的点头毋但唱歌，搁兼跳舞，像车鼓阵有后场来伴奏，迄对白甲剧情拢真笑开，互人感觉真亲切。还有用武术、特技来表演的舞阵，像宋江阵、大桥阵。宋江阵听讲是较早为着保护家己的砖头发展出来的阵头。俗语讲：食肉食三层，看戏看内涵。因为内行的拢知影，三层是上赞的肉，内涵是上好看的戏。台湾车鼓大师吴天罗捌甲车鼓调填词，正做真有名的歌。放盘洗，咱来去放盘洗身躯，来去日轻啊放盘路，放盘洗身躯，洗洗较功夫。嘛有一句粤客仔话讲，台南迎妈祖，无奇不有。因为古早台南府城咧迎妈祖，参加的阵头真济，大家拢举家己的旗仔，啥物款的旗仔拢总有。毋则讲无奇不有，旗仔的旗甲奇怪的奇共音，才会讲无奇不有。溜、点头、车鼓阵、宋江阵、大桥阵、北管，食肉食三层，看戏看烂坛，台南迎妈祖。无奇不有，逐摆出阵头来看热热的人是定定。今仔日咧大讲一句，就先讲到这。我要赶紧去看阵头表演啦，咱后摆再会。